天作为主席，愿受主你的拣选，做主你礼拜祭司，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司琴，无论是司会，无论是讲道者，主愿你的神伫阮中间，互阮所做的工会通造就利益，也上帝你的恩典通过阮，互阮的兄弟姊妹来受祝福。主礼拜日是一个神圣，佮充满慈爱、祝福的日子。愿恳求天父上帝你，通过阮今仔日的礼拜，互每一个阮所少年的兄弟姊妹，愿你的听通过这个礼拜，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生命重新甲出你来连接。愿恳求天父上帝你圣别这个时间，你的圣神运行，互阮每一个人用喜乐的圣心来做今仔日的侍奉。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永永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界个，伊无野也无善，伊的智慧无人测度。因啥个伊予伊能力，软正个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现一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
要得到新的气力，伊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行也无野，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先。咱来吟圣诗，圣诗61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咱请起立吟全首。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但这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上路，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来三个启文17篇，诗篇84篇。启文14篇，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以爱？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甲婚气。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为家己找到一个收；边啊，为着家己找一个父囝的收。
就是伫你遐的这段遐，徛起伫你的厝的即个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学落你，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往锡安的大路的，即号人有福气。伊经过拉伯沙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福气会甲伊看捌。伊哪行苦来哪加天，逐人到锡安邀请上帝，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哪国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做阮敬拜的上帝啊，你着看，看你是我游的面，伫你的殿园点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宝贝。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灯牌，耶和华手术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上好物。无互遐个行正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对你的人有福气。阿门。是时咱过来吟圣诗469首。469首，你敢有就君主，互伊洗清净？请咱坐咧吟全首。你将我就君主，互伊洗净去，将我洗的勇敢的宝血，将我专心渴求主的热情意，将我洗的勇敢的宝血，将我洗的勇敢的洗净，温强强的宝血。将基的勇敢的宝血，圣母圣的勇血，你洗了阮强强的宝血，你的三架不强强的被那些，也不洗的勇敢的宝血，验着罪过伊就。有花有波抓汤洗将去，叫来洗的勇敢的宝血，有洗的勇血，你洗了阮强强的宝血，你的三架不将你白白那洗，也不洗。祈祷，听完的主，我感谢今仔日是各地神的主日有来敬拜，互阮逐个兄弟拢有较无心，搁一摆来较圣殿朝见主你，检知阮心有软正，有
白的事，求主你用你的圣神，搁一摆来临到阮的心内。检查阮有病痛，求主你医治，因为病痛对阮是有艰苦、有逼迫，只有我无主你的话语，互阮大家搁一摆来甲圣殿敬拜。当阮的祈祷，拢是靠主的主的名来求，阿免。上帝有讲，就是主的世间的罪，叫你里面还。上帝有讲，就是主的世间的罪，叫你里面还。上帝有讲，就是主的世间的罪，使阮平安。即时学乐请先歌队。
就是来恭喜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记22章第8节到14节。创世记22章第8节，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羊仔，对迄些2人3角行，因为伊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亚伯拉罕伫遐起坛，将柴摆好绑伊的囝以撒下伫坛内柴顶。亚伯拉罕就伸手举刀要杀伊的囝。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应伊讲：我伫遮。使者讲：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落手，也毋通对伊怎样做，因为我知你是敬畏上帝，也无将你的囝，就是独生的，要留咧毋互我。亚伯拉罕举目看见后壁有一只鹰港，角停伫规坡的树仔。亚伯拉罕就去掠迄只鹰港来，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亚伯拉罕名。迄所在叫做耶和华以勒，甲今仔日人又咧讲，伫耶和华的山要备办。咱搁来看新约希伯来书11章第1节甲第2节，以及20节甲40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现，以及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第20节，对信以撒论到是将来的事，祝福雅各以撒。40节，因为上帝甲咱大整备办较好的事，就是互伊，若无咱，就袂得到完全。是讲到相信神的预备，咱遮做牧师。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祝福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你的圣殿的内底追求你。我要尊重你，我要敬拜你，我嘛要追求上帝你手中甲阮备办你的祝福。愿主你的圣神亲像老爸，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互阮听见老爸的话，阮的人生就得到智慧。愿阮伫敬拜你的时，你用你阳光的面来看阮，互阮深知你伫阮的身边。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降临，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顶礼拜我甲咱分享起祭坛敬拜上帝的重要。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神圣的所在，就是咱的内心。咱的心若敬畏上帝，上帝就掉入咱的心内。顶礼拜伫礼拜中间，牧师邀请咱注意伫咱家己属灵的祭坛，嘛注意家庭的祭坛，因为咱常常伫基督徒的家庭内底，拢会掉一块字边仔，叫做耶稣是我家庭的主，毋是干那掉迄个十字架甲边仔。咱就会通承受祝福。咱爱有较无的心。这礼拜我要甲咱做伙分享，就是伫这段的面前，咱的生命要有奇妙的改变。伫上帝的施恩造成，咱的生命要有大的改变。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人相信祈祷，我嘛相信咱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较无。上帝就是为着咱的人生。有施恩祝福，有备办
有计划、有带领的上帝，是吗？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追求4000年前一个信仰的老爸亚伯拉罕，伊怎样经历着上帝？伊奇妙的有比，伊伫迄个神圣的这段前，伊讲一句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对迄个时阵开始就真侪犹太人因的家族的信心的一种信仰改变，就亲像咱相信以马内利，就亲像咱伫祈祷了，咱拢讲阿门。伫信仰的中间有几句话，短短，但是迄句话就代表一种的信仰的宣告。所以耶和华以勒伊是有真深的意思。当一个人伊讲耶和华以勒的时阵，伫伊的心中，伊深深相信，我的上帝伫头前有伊的有备。我相信我将来人生有上帝伊的祝福，这叫做耶和华以勒。所听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这句话刻掉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心内。耶和华以勒，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看见我的苦情，上帝看见我的需要。所以以勒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看过伊所听的兄弟伊的囝子。第二，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陪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开始迈开咱的脚步，咱往咱头前的人生用信心来行。咱甲上帝讲，上帝无论我出我入，无论何去何从，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阿们嘛。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对这段圣经的故事，咱会通明白。这段故事是4000年前的故事，但是嘛是今仔日咱的故事，是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嘛亲像我甲有的故事，是恁甲恁的囝儿的故事。恁相信吗？今仔圣经短短，其实今仔日多谢谢昌，伊甲咱的旧约的圣经读个遐尔完全，吼！我想讲啊，读短短就好，咱读个较袂拄久，较好记。但是谢昌就将规段的创世纪，安尼规段完整的故事拢读好了。这段故事是4000年前记载伫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啥物人？亚伯拉罕就是顶礼拜的圣经经文的主角拿阿的子孙。对拿阿甲亚伯拉罕总共11代。亚伯拉罕受圣经记载称作义人，伊的孙11代孙亚伯拉罕，伫圣经记载讲是信仰的老爸。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个故事是讲起一个老爸甲伊的囝，伊要将这个信仰传承到代代无尽。所以创世纪咱读了后，后来咱引用圣经的新约希伯来书，这两段经文拢讲同一种的话，但是用无同款的语言来表达。犹太人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因咧讲起先人先祖的祝福，伊咧讲起因的祖先怎样往望将来，甲伊的囡仔看手祝福。伊讲以撒就望着指向未来，望着将来，望望将来，就看手伫雅各甲以扫的身上，甲伊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礼拜，唤起你做一个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你有这种的脚步，你甲上帝讲，我要亲像亚伯拉罕，我要亲像以撒，我要祝福我的囡仔，主啊祝福我的子孙，4000年后，阮增加伊囡仔，要过来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到伫今仔日，拄4000年，大约4000年。伫2000年后的时阵，伫希伯来书，就是亚伯拉罕到希伯来人伫耶稣的时代，因看见上帝的应允，因才明白原来以撒的故事就是保罗所讲的。所听兄弟姊妹，我肯定献家己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理所当然。亚伯拉罕完全无保留将伊的囝
带到摩利亚山顶悬，甲伊白白咧，叫伊倒咧，倒伫上帝的祭坛，伫迄个所在，要将伊所心肝宝贝囝唯一的伊家己的伊的囝，到年老煞有的即个囡仔，伊要献互上帝，无保留。但是伫迄个中间，上帝接纳伊的心，但是上帝互以撒成做第一个活祭。兄弟安尼听有无？4000年前亚伯兰甲以撒的故事，后来到对希伯来人伫新约保罗的目睭中，伊才明白，原来上帝无爱人死，上帝爱人活咧，来荣耀伊的名。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你家己献予上帝做活祭吗？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首先，咱来将耶和华以勒深深背起来、记起来。当你的囡仔为着伊头前的道路咧戆野，当你的囡仔为着伊头前咧感觉毋知要选择这、选择迄，当你的囡仔咧听候将来的路门为因开，但是久久等无迄个好消息，兄弟姊妹，咱做父母的有时实在嘛无能力通为囡仔开门，对无？但是咱会当甲囡仔还手讲，耶和华以勒，上帝陪伴你，爸爸妈妈无法度互你的，上帝甲你有备，也这愿意嘛？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建立这种受祝福的信心。每一摆礼拜拢伫上帝的面前，谦卑跪落，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虽然未堪得，但是你若所爱，我就要献。我要亲像阿伯来喊。你所爱的，你讲你心肝宝贝囝是要我收拾，要我收回。上帝，我无甲你计较，你讲就准算。所以亚伯拉罕就将以撒带到上帝的面前，伊不能了解上帝什么种的作为。原来上帝要通过伊的心意来成就2000年，互犹太人因了解上帝所爱的，毋是小祭。上帝所爱毋是祭物，上帝所爱就是全然奉献、忧伤痛悔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礼拜，咱的礼拜当就真多4000年前亚伯拉罕伊所拜的祭坛摩利亚山。伫迄粒山头顶悬，后来真做犹太人因的圣山，所以圣经一直记载到启示录。伫启示录讲，锡安山、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殿，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锡安山，无同款的名，但是真侪代代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所在。摩利亚山就是今仔日的锡安山，伫耶路撒冷的北边，就是头一个上帝礼拜堂受起造，所罗门起第一个圣殿。就是伫摩利亚山顶悬，这粒山头就是耶稣迦拿山祈祷群群的所在，各塔也伫摩利亚山的边仔。所听的姊妹，当咱敬拜上帝的所在，迄个所在就分别做圣。上帝要转化咱的生命，这就是今仔日咱共同的祈祷。主啊，你古早互亚伯拉罕一个山头。摩利亚山，真侪因敬拜的所在。主要伫今仔日，你伫德堂这个庄头，你嘛设立这个礼拜堂，互这个礼拜堂是一个敬拜你、献做活祭的所在。兄弟姊妹，亚伯拉罕，伊看见上帝对伊的接纳，伊看见上帝家己备办一只羊羔，意思就是公羊，一只羊羔伫迄个边仔。所以上帝甲伊讲，你就用这个来代表你的心意献互我。献祭了后时阵，亚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而且号一个新的名，迄个名是代表伊的祈祷。伊讲上帝必办。对迄个时阵4000年来，犹太人相信天然的上帝为着因卑微的家族。
伫因的头前有计划、有准备、有祝福。到伫今仔日，咱毋是犹太人，但是咱是新的以色列人。咱毋免留迄个犹太人因的血，但是咱的心、咱的意念，就亲像上帝的宝贝囝子。兄弟，何等的福气！咱称耶和华咱的上帝做天顶的阿爸。所以，今仔日圣经安尼讲，直到今仔日，耶和华的山有准备。兄弟姊妹，你看手伫你的心，你讲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心所想、心所求，这个所在就是耶和华的山。阿免嘛？咱的人生无论去到什么所在，这粒山头永远是上帝甲咱见面的所在。无论是西奈山，无论是何烈山，无论是摩利亚山，无论是锡安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礼拜堂，是咱甲上帝见面的所在。直到今仔日，耶和华的山，兄弟姊妹，愿咱伫咱的心中这粒山，去圣殿祭坛来敬拜咱的上帝。摩利亚山对摩西、对亚伯拉罕开始，伊真做应允的开始。伊也就是伫耶路撒冷，就是上帝应允互亚伯拉罕迄个整个的迦南地，伊的中心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内心就是上帝徛起分别做成的圣山。兄弟姊妹，好好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人无清气家己，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起造咱家己耶和华的山，互咱的上帝成做咱的经历。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来讲，就亲像以色列人咧重新经历着因的祖先所传互因的信仰，咱嘛是咧经验这个传说伫摩利亚山顶悬，摩西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甲上帝面对面，咱重新起造咱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讲，以撒对信，和本的圣经、汉语的圣经讲，因着信。今仔日的礼拜，就是唤起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无做无用的基督徒，咱无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咱要把主较深，真正建立对上帝的信心。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咱的囡仔，第一个就是咱内心的囡仔，第二个就是你家庭对你出你的囝儿、你的孙仔。愿天父上帝教咱这个家庭信仰传承的功课，亲像亚伯拉罕对伊的囡仔讲：“乖囝，上帝为你备办。”愿天父上帝对咱的所有青年安尼讲，也愿咱做中级牧师、父母的人，咱常常提醒咱的囡仔，咱甲伊讲：爸爸虽然会当帮助你，妈妈虽然会当陪伴你，但是爸爸甲妈妈只有会当陪伴恁行一段路那条。到某一个程度，恁需要家己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将囡仔带到上帝的山。所听的姊妹，咱若教袂来，咱就带咱的囡仔来互上帝教。上好的方式就是带咱的囡仔同齐来敬拜上帝。基督徒传承信仰上好的方法，毋是用咱的官兵，用咱细念，是将咱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互咱的囡仔看咱怎样咧敬拜上帝。当咱用什么种的态度敬拜上帝，咱的囡仔就照安尼来跟对咱的信仰。愿咱对咱的囡仔，咱甲咱的家庭号名，甲咱的家庭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上帝伫阮的家庭内底有疗伤未到的陪伴。那安尼，咱就想着保罗讲，
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恁会记这节圣经吗？今仔日牧师甲伊放伫咱的金句。上帝为你备办的是超出你所求所想，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你嘛想象袂到。愿天要上帝帮助咱，迄个想象袂到是4000年久，4000年前的祖先，上帝的祝福就开始，一直到4000年后，上帝的祝福还阁继续。较有即种的代志，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圣经安尼讲。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伊讲因着信对信，以撒论将来事。士大人最重要的人生的责任，就是甲囡仔谈论将来。人伫一生的中间，最大的目的是甚么？荣华富贵嘛，论将来事。就用上帝目睭来论，毋是用咱目睭来论。所以你想，以撒怎样用上帝的目睭来论将来事？然后伊换手，这个圣经无写换手，伊讲祝福雅各甲以扫。雅各是第二囝，以扫是大囝。是安怎犹太人的历史经典，希伯来书。竟然甲雅各放头前，甲以撒做后壁。上帝是监察人的内心，伊知伊要用芦苇做头生，所以上帝毋是照人的目睭来看，所以上帝的祝福嘛毋是照人的心意来祝福。所以论将来事，以扫就换手伫雅各，伫祝福雅各。祝福这个字叫做 “eulegio”，“eu” 就是好。牧师真爱甲恁解说这个希腊语，因为希腊语是一个圣经起头的福音书起头的语言。伫迄个希腊语中间有真侪文章，伫咱翻译无容易用老长的话翻译出来的物件。祝福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好话 ，“eu” 就是好。logos 就是道成肉体，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伫人的中间。约翰福音第1章14节，伊讲道成了肉体，充充满满、充满稳定甲真理。迄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今仔日的祝福这个字尾这个字叫做 logio。所以做父母的人爱常常奉主的名。甲囡仔讲好话，现在恁听好吗？你开遐讲，你是咧咒诅你的囡仔；你开遐歹，伊就歹互你看。兄弟姊妹，有影无影，我毋知。但是上帝常常甲咱提醒，咱的言语是上帝分别最圣，大有权柄。犹太人真相信，话是大有权柄，因为因相信上帝讲要有，就有。因相信上帝嘛将这种的能力甲祝福放伫父母的嘴脣，所以兄弟姊妹，有一节咱还要开始发脾气的时阵，毋通譏骂你的囡仔，咒诅你的囡仔。你著爱讲，你将来会比今仔日更较好，福气甲要死，就看到就要气死啊！但是你著爱讲，将来你会比今仔日更较好，你也好，你的囡仔也好。愿天要上帝帮助咱，论将来来祝福你家己，毋是安尼祝福你的囡仔尔。我较遮衰，我较遮歹命。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名摇花以利的稳定，咱来祝福咱家己。愿天要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日的圣经。2000年后，犹太人恁讲因祖先的历史甲故事的事，因的结论是安尼讲。伊讲上帝甲阮历代祖先备办更较水、更较好的事。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更好，这个字是更好。和本的圣经改翻做更较水。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上帝为咱备办的是超出咱袂捌看、耳孔袂捌听，
想象袂到，意思是超过咱的限制，超过咱父母的限制，超过咱教育程度的限制，超过咱自私的私欲的限制。上帝甲咱陪伴就是安尼，所以上帝讲，这个经文是牧师通过重新转化了后，用较浅白话甲翻译，互咱大家了解。上帝为咱陪伴更较好的事，通叫咱甲历代圣徒通得到完全。伊讲，因若无甲恁，恁若无甲因，拢就袂完全。但是咱家己讲，迄个两个否定该摕掉，户就得正。上帝互咱甲历代的信仰的前辈正圣道，当得福音的好处。意思40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嘛要安尼，遐这是嘛？我是无完全，但是因为我的囡仔甲阮的家庭就互相得到完全。这个完全咧讲起救恩的奥妙。保罗讲：前我看伊荣华富贵最宝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看这个真最本色，一个新的观念得到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生命真最成熟，得到充分的发展。完全这个意思是安尼，人的生命得到充充足足的发展。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长大成人有天父上帝的样相。天父上帝是完全的，咱也亲像伊安尼完全。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就是以色论将来，就是伊对将来有一种的蓝图，伊对将来有某一种的憧憬，伊对将来有一种的期待。伊伫上帝圣神的感动，上帝将这个感动放伫伊的心内，所以论将来的时阵，是对天人来一种的感动，咱叫做预见未来。伊看到将来是伊未到的迦南地，但是伊看到上帝的有备，伊深深相信。今仔日我看袂到，但是有一日我的子孙要进入迦南地，来享受上帝所准备迄个应允的土地，所以是一种指向未来，是一种信仰的宣告。咱的教会有写5项得当教会的目标，要行做什种的教会？咱写30几年啊，咱的教会敢真正有行做这种5种的特质？咱指向未来，无代表咱今仔日已经完全，但是咱指向未来。就是上帝伫头前咧听候咱，伊安尼甲咱有备。现在你敢捌问过上帝讲：主啊，你的将来，我的将来会怎样？牧师要甲恁青年讲，恁爱常常敬虔祈祷，问上帝：主啊，我的将来到底是怎样？原来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讲：上帝阿伯咱的家族的故事，要成做我的家族的故事。也这恁愿意吗？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那每一摆受感动，每一摆受上帝的话来激励咱的事，咱就讲阿们。咱讲上帝啊，圣经内底这个人，因所经历着上帝你的奇妙。当我讲阿们的时阵，上帝伫我人生中间，嘛互我经历你是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伫咱农村的教会，过去常常有这种家族的故事。查某囝上好莫小儿洗礼，免得伊将来若嫁出来时有困扰。等候伊长大成人，伊若嫁基督徒，才互伊去洗礼。兄弟姊妹，你想这种的父母会听，是对吗？上帝祝福若是遐尼好。啥那都要等候伊将来嫁出，伊对方若是基督徒的家庭，伊才归属上帝的。兄弟姊妹，毋是咱的上帝无怜悯，是咱无了解耶和华以勒是何等的宝贝。愿咱伫主的面前脱胎换骨，改变咱的家族的信仰。咱会当看见上帝恁等家己将来
的祝福。所以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即个祝福即个字意思，就是讲好话，会有老教兄弟姊妹，花手伫你的喙，为即个十字架，你甲上帝决志讲，主啊帮助我，对今仔日开始，我的喙常常讲好话。也这拄起头真难，因为咱也是心中的个性，真紧。特别是伫危急的时间，完成就走出来。但是当咱安尼的时阵，就代表圣经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无例外，好无？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领受上帝，咱伸出双手祈祷的时，咱甲上帝讲：你为我备办的。我要掠条条，我为着我的将来掠起双手。主你为我备办的，我来掠条条。伫你的圣殿内，我举起双手，向你恳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你做我的上帝。所以讲，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嘛尝试换手伫咱的心讲，主对今仔日开始帮助我。互我真侪有能力带我的囡仔来论将来。当我的囡仔若咧问我讲：“爸爸，你想你的看法怎样？”妈妈，你想我要选这个，还是要选这个？为你的囡仔祈祷，你陪伊问上帝。上帝若互你感动，你就来讲，你选择的路毋免用趁钱。做你的决定，选你爱行的路，选上帝爱你行的路，选一个会当互你发挥你的恩赐，你会当欢欢喜喜去做的路。所听的姊妹，愿咱真做一个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父母，有能力用上帝的话，甲咱的囡仔论将来，检查咱的教育的程度。甲咱的囡仔的教育程度，无容易相比，因为今仔阿哥阿猫吼，拢嘛会当读到大学毕业啦。哦，伊若愿意去遐坐4年，连老师嘛毋敢甲当掉。今仔足侪学校实在足可怜。哦，所以学历无一定会准啊。然后读册的人无一定有智慧，有知识的人无一定聪明。主帮助咱。互咱伫将来将来的事，咱甲上帝讨讲，主求你帮助我，互我真侪你带路的行钱。上帝，你伫我的家庭，你有你美好的有备，你有你美好的有备。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讲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相信上帝伫你的需要有伊的有备。耶和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伫你的将来，上帝伫你及时的需要。英语讲 in need 就是讲伫你及时的需要的时阵，危机伫你的需要顶悬，耶和华的恩惠要做你的帮助。诗篇代表讲，主啊，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来准备，清清楚楚记载伫诗篇的内底。代表讲，耶和华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来有备，而这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你的需要的事，所以诗篇安尼讲了后，经过1000年到新约的时阵，伊讲来到主施恩宝座前，领受伊的怜悯甲恩惠，做恁及时的帮助。又搁通过1000年，所以上帝的怜悯甲帮助是久长的，是及时的，但是嘛是一生的久长。所以代表讲，上帝恩典是一生之久，一世人的久。对我少年到年老到一生世间的落尾，耶和华我的上帝伊的恩典，伊填满互我的杯，是恩典的杯。也即上帝恩惠伫人的需要顶悬来有备，毋通失去这种的信心。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看见咱的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安尼。耶稣表明上帝的心意，
所以福音书记载，耶稣讲，伊看到人的困苦，亲像无牧者的羊群，伊就怜悯伊。耶稣代表上帝来表明，伊对世间人的怜悯。所以，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咱，当你吐开无法度祈祷的时，会记得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无法度祈祷的时，心思意念受扰乱，连祈祷词都想袂出来。你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代表讲主啊，上帝啊，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所有备。所以听下，这你相信吗？愿主赐去你的目屎，设施这个时阵，你是带着沉重的心来做礼拜，唔通失志。你相信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伊唔是干那阿伯拉罕的上帝，伊嘛是你的上帝。我相信，迄个上帝是我的上帝，嘛是你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看见上帝的祝福，看见上帝的计划，做天公的囝，伫甲咱一生的路尾。耶和华以色列的信心，耶和华以色列的信心到底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伫我急时的艰难，伊要做我的帮助。耶和华以色列的信心是相信耶和华的帮助是一生的。咱若无放弃，若无离开上帝，咱的上帝绝对无帮助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和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祈祷，主啊，我的信不足，但是求你帮助我。每一摆的祈祷，你跪落；每一摆你拍开圣经，强读上帝的话；每一摆咱做伙恭敬做礼拜，拢是咧建立信心的事情。所以，愿天父上帝通过各种的智慧来帮助咱建立信心。当然，今仔日咧建立的信心的观念其中，就是用耶和华以色列做观念。无论什么种的情景，我相信我的上帝有伊的计划，有伊的带领，有伊的陪伴。相信。所以今仔圣经讲对信，因着信，阿伯来喊怎样，以撒怎样，后来到伊的子孙怎样，我因为信，又搁怎样咧？而且你的信带互你什么种会改变？阿伯来喊讲我的囝，上帝家己有陪伴。咱看手伫咱的心来讲，我有听到，主啊，我有听到阿伯来喊讲的话，主啊，我愿意相信。虽然我感觉有一点仔犹豫，我嘛感觉有一点仔跨路，但是主，我愿意，听候。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信心的意思就是这种的坚持。凡事相信的意思就是持续的相信，持续这两个字，英语是用 ing 啦，就是进行式。希伯来语有这种的语言，持续相信，持续仰望。虽然今仔日好像看无路，但是我就是持续。愿天父上帝帮助，我相信上帝伫我的将来有伊的计划。更美好的是，意思就是上帝有伊的计划，有伊的律例，神掌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上帝伫你的人生有甚么计划？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你的囡仔若问爸爸，你伫人生的中间，上帝怎样带领你？这我要甲咱做一个见证。37年前，1985年，我去读新人院。伫要读新人院之前，我有做一个祈祷。我甲上帝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有一个，互我无后顾之忧的家庭，
我的父母伫我成长的过程，互我真重重。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亲像一个食饭坑内的囡仔，甚至当我去读大学，伫团契做会长，团契若无奉献，若无够，事工的经费无够，我拢相信讲啊，我倒啊，只要甲阮爸爸讲就好啊。吼，即个看囝食饭坑内，我就是安尼大汉的。因为我有一个听上帝爸爸妈妈，伊互我人生伫充足的中间大汉。但是伫读新人的前一日，我会祈祷讲，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无要阁对我的爸爸妈妈讲话，讲爸爸，请你帮助我。上帝，你既然带我行这条路，求你为着我的将来来有备。也这37年来，带我去新学院，改变我人生道路，这个上帝，直到今仔日我才知影，其实毋是我熬祈祷，嘛毋是因为我信心足好，有气魄敢甲上帝讲，我勇敢对你，是我的上帝，伊用摇花一力这个话来甲我讲。伊讲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亲像你的老爸，甚至比你的老爸更较疼你。也这你听有这个意思吗？到今仔日我咧准备甲恁分享圣经的本意，我才明白37年前我骄傲家己祈祷讲，主啊，我将我家己的路交予你，你为我负责。原来我才知影，迄毋是我的感动。是上帝，伊甲我讲，我要听你比你的老爸老母更较听你。兄弟姊妹，你愿意有这种的上帝吗？德仁教会青年每一位，愿意天父上帝将以后以撒的这种的信心，嘛互恁。以撒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嘛是咱每一个人的上帝。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彻底上改变咱信仰的态度。所以摇花一力本身是一种的信仰。我真少伫礼拜中间甲恁讲我的内心话，因为有当时也讲了无好，会曲解，互恁感觉我咧讨恁的尊重，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为着每一个人，伊有足奇妙的准备，你有期待吗？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的囡仔到永永远远。大胆相信，大胆向上帝开嘴。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挖考你，较赢过我挖考我的父母。上帝要讲，我要听你，较赢过你父母对你的帮衬。阿免嘛？上帝所予咱的将来是奇妙的，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为着要荣耀伊的名，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是奇妙的，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予咱的恩典是白白，所以圣经讲白白得来，确实是安尼。但是兄弟姊妹，上帝的比办摇花一力的，是不是不劳而获的？真侪基督徒误会讲，伊只要若祈祷，上帝就爱照伊的心意来祝福伊。上帝恩典是白白得着的，上帝恩典是毋免咱代价，所以圣经讲毋免金毋免银，来啊来食来买。但是所听的弟兄们，十字架的活命不是不劳而获的。啊，你讲牧师啊，你讲等于假讲的，这句话足奇怪。耶稣讲，天国是强的人得到，天国是奴隶进入的。耶稣说：“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先求天父上帝国度甲上帝的义。”后壁来喊，先将上帝放伫伊的心中，无保留的计较，伫上帝面前顺服，将以撒摆伫个所在。上帝接纳伊的心意。
互以撒真做活者。上帝无爱咱死，上帝嘛毋是爱咱做当机乞食，但是上帝爱咱心中先有一个上帝荣耀尊贵，甲伊的国度。然后耶稣讲，所有一切，拢是你的天父上帝，伊敢无为你备办吗？醒起来，所听兄弟姊妹，愿咱听有圣经的话，也认捌上帝伊家己的本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持续信靠上帝，持续听候伊耶和华伊力的准备。最后结论安尼讲。要要互恁一个短短时间，如果今仔日圣神拿伫你的心来问，怎么说今仔日讲道结束了后，你有什么种的收获？你愿意亲像阿伯的喊，将你的家族、将你的家庭摆在我的面前吗？阿伯的喊将伊的囝儿摆在摩利亚山顶悬，阿伯拉罕将伊的后生摆在上帝的面前。就像是今仔日，咱的天父问咱讲：你愿意将你的婚姻摆在我的面前吗？你愿意将你的事业献给我吗？你愿意将你所有的来交托我嘛？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勇敢壮大，亲像阿伯拉罕，咱甲上帝讲：主我愿意，主我伫遮，耶和华想事，耶和华收回，我的一生，我的一切。拢是你所想事。主，你若愿意，是我的荣光；你若愿意使用我，是我的荣光。我相信你是耶和华伊力的上帝，只是为着要互我参与你奇妙的作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经历到伫摩利亚山顶悬上帝伊的邀请。愿咱进入上帝锡安的圣山，互以撒的故事变做咱家族的故事。愿上帝祝福恁的家族，咱每一种家庭拢真侪荣耀上帝的家庭。咱每一个家庭拢有咱家己摩利亚山的经历，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信主的故事，无人同款。咱每一个人拢有咱个人信主的历程，为主尽忠做你的囡仔，光明将来的父母，常常为因举手祈祷，无论因出外、因的婚姻、因的事业、因的工作，更加要紧，因甲上帝圣洁的关系，常常为着恁的囡仔欢手、举手祈祷。主啊！愿我的囡仔荣耀你的名，较赢过因赚大钱。主，愿我的囡仔享受你的慈爱，较赢过因得到全世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阿免吗？上帝祝福恁，甲咱身边的人讲，上帝祝福恁。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至灵敏、佮慈爱的天父，愿感谢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阮对心中深深感谢阿罗你。4000年前，你伫摩利亚山顶悬；今仔日，你伫阮德堂教会对阮讲话。直到将来，阮决志，耶和华伊力就是阮的信心。愿阮的一生成做你的路用，主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是咱用圣诗400首，引导上帝听，遐记哩音全诗。车坐，咱准备心奉献。
伫咱行平安礼时，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袂通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咱的亲人、咱的兄弟，咱做伙祈祷。是阮的上帝，当阮要行平安礼时，阮首先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无论是伫因的家庭，伫什么所在，最近啊，你所听的惊字，因伫病痛、伫患难的中间，伫看路，愿天父上帝你的听，甲因三甲伫地。主耶稣求你进入因的厝内，伫因的心中，将平安赏赐予因。愿为着伫病院、伫恢复的过程，每一个需要你所赏赐健康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进入因的生命，互因知你伫人的需要顶悬来看顾因。愿为着阮的年长的时代，阮的父母，阮的亲人，恳求你荣耀因，互因伫年长会当得到上帝你特别的恩待，互因伫人生年长的这个荣华的年纪，有信心，有愿望，阁有上帝你的阻碍。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愿你用你的听充满你所赏赐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是一个用听所起造，互每一个需要你的人，会当通过有形无形教会的聚会，来经历到上帝你的同在。愿你使用这间教会，成做你手中的杯，成做你手中的五块饼两尾鱼，互每一个需要的人，因担着主你稳定的慈悲。主啊，嘛为着阮中间有重担、有烦恼、有看路，阮的兄弟，主你求你除去因的重担，互因领受你所赏赐的福气，加添的快乐，特别是互少年人。互少年人勇壮，互少年人信心，互少年人愿望。主，阮要保佑你的听，到每一所在，阮要保佑你的听，到永远。兄弟大家平安。伫咱要报告进前，牧师要欢迎代表教会来欢迎。今仔日有几位伫咱中间，可能第一摆来，我无熟悉，教会无熟悉。有一位兄弟姓黄，我毋知你的最后的名是黄清胜还是黄清峰吼？真欢迎你来吼，真欢迎兄。伊捌来过咱教会啦吼，拄则我甲伊请安的是，又讲伊来过啊，就是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吼，伫主的内底，咱会当做礼拜是一种的福气甲祝福。咱今仔日有对台中倒来几个家庭吼，有一个立新介维
搁有嘉诚甲俊雅，搁有碧豪甲碧豪的囡仔。足欢喜恁今仔日倒来这礼拜。昨我倒咧看直播咧，烦恼讲教会即摆聚会因为疫情的缘故，人数拢安尼愈来愈少我想讲，我应该爱来了解讲，啥物人最近有啥物困难看到恁倒来，感觉真温暖，嘛真欢喜上帝祝福恁咱下面来做祈祷我要甲恁讲一个见证。俊雅昨甲我写简讯，伊讲牧师，明天是我生日敢会当为我祷告？当然可以你无讲教会嘛，拢有将你的名放伫咱的酒杯中间真欢喜咱的青年，因对心中认捌，会当确保对上帝来领受这个祝福伫恁中间，我感觉足幸福。因为咱的囡仔常常拢会甲牧师讨祈祷，俊也是安尼。昨即个刘玉民要去参加全国的比赛，要出发之前，刘玉民嘛走入牧师馆，伊讲阿伯，你敢会当替我祈祷？我讲当然会使啊！我讲要创啥？你要祈祷啥？歹势安尼讲，我明仔载要比全国比赛，第一名愿天父上帝祝福。我甲讲，你徛伫迄个比赛的场合，你就亲像咧唱互上帝听，毋是干那比赛，甲每一摆咱的人生的舞台，亲像咧献互上帝，咱的囡仔真侪出外倒来有需要，因拢会找陈牧师找我做伙祈祷，这表示恁做爸爸妈妈的人。有教恁的囡仔真捌上帝，愿今仔日以撒伊论将来祝福伊的囡仔，即种的福分甲恁三合伫地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主，阮来到你施恩座前，愿往你求讨，对天临来的祝福。愿深深相信，上帝你所予阮的祝福，毋是人所予阮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所有的阮的兄弟姊妹，对心中因已经向上帝你讲出确保的祈祷。愿天父上帝你欢手伫因的心上，主求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主愿你一生一世是领受上帝你所享受天堂的祝福，伫因的生命中间，亲像伫天顶。主你为因拍开天顶稳定的窗，互因看见上帝你的陪伴。主互因论着将来，心内就充满信心甲盼望。主愿你用油填满伫因生命的杯，互因满出来。甘甜的祝福，享受因圣神，互因会当成做一个上帝你所欢喜的基督徒，好好管理上帝你所享受因一生的日子。愿伫你的面前祝福因，愿主耶稣你亲自成就，基督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下晡咱1点要开始有一个共事营，咱若想要参加的人，咱会使留落来，下晡1点，咱要开始有一个共事营，中集请尽量，我知影咱中集拢会尽量，咱开始要用共事营，毋是聊天，咱要伫共事营的中间来做伙，为着咱的教会将来10年来祈祷。咱要为着将来这10年，咱的教会迈向100周年的时，
伫即10年，咱的教会要安怎建设？要安怎建设？毋是即个建筑物定。就建筑物来讲，咱的教会应该某一个程度有充足，但是搁较要紧是建立咱的信心。恁若愿意参加的人，恁拢是主角，毋是配角。每一个得能教会兄弟，咱做伙参加即个共事营，就是做伙祈祷。欢迎咱大家参加。咱下面请师会来报告。咱4点会准时结束，咱袂像顶个月安尼足长的。即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日9点半伫咱教堂内底，祈祷会拜3 8点伫咱教堂有线上的直播，青少期的拜6 7点半伫教育馆的1楼，查经班拜6 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工的服侍咱下礼拜请黄坚执事、领事暂停，司琴是刘一鸣兄弟，书院是我甲胡书记执事，招待是第1组，爱餐咱暂停，新咱讲的读经表咱请教安的灵修，基体交通第2022年总会年度的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的知识，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伫90周年，大家同心来做这10年的宣教的目标，迈向100。第2，咱本周下晡有中级干部的共事营，请咱大家出席。第3，主日礼拜后召开4月份的中级会，请咱中级出席。第4月17日，搁偌济有洗礼甲圣餐，要领受洗礼的，请向牧师报名。4月3日，拜6，顶埔10点，元岛教会庆祝140年周年纪念，要参加的领已经报名，请咱为生日的人来代祷。奉献后，毋着请过节人员来敬证。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2，为新兴较领兄弟来代祷；第3，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4，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来代祷，由富林甲直直道克达亚。这是咱吟上用的圣诗509首。这是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刷请张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必会。